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秋快乐！今仔日是10月初1下暗新闻，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秋连假头一天，透早国道1号甲3号拢出现塞车，不过到下晡各路段也拢真顺啊。今仔国内增加一位带病入境感染者，是一位长期住伫印尼的台湾查甫人。伫咧台中和平的山区，有农民发现一只台湾乌熊去中到掠山底的歪仔鼠，目前当咧治疗。今仔日是中秋连假的头一天，透早6点多，伫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路段就出现塞车。不过伫下晡大部分的路段也拢真顺。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感谢民众的配合，互所运措施产生分流的效果。国道早起6点路南的路段就出现塞车，尤其是国道1号路南杨梅到新竹是大塞车，国道3号树南到龙潭嘛是红记记，时速伫咧30公里以下。但都是进前外界上烦恼的国道5号塞车问题，因为管制关系一路顺顺，不过下晡路况嘛已经改善，维持顺利，并无大量的车流出现。把一些匝道封闭或者是进行移控，那因此呢就是这样子导引车流使得这个国五就整个车流量也增加但是相对来讲行车的效率更好。高公局表示，拄找饭店到12点，封闭国道5号往南就定到滨南交流道入口，佮加上6点到12点实施南向的高行载管制，平均车速拢会当维持伫咧60至70公里。当然，石碇那边的车速有一点下降的情形，毕竟那边是个上坡路段嘛，并没有很严重没有到造成拥塞的状况。另外，因应中秋连假，真侪人去垦丁、台东观光，为了有效疏导大量出现的车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除了实施调拨车道、改善较高塞车的路段，佮利用空气机来监控车流，针对较高塞车的路段做出即时的反应。首次出动警政署配发之空拍机来监控车流，我们会加强取缔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车辆。高公局表示，10道封闭高行载管制到中昼结束，尾仔还佫有一波车潮会出现。中秋连假的头一天，预计车流量是125万8万车公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秋连假的头一天，苏花界对半暝啊开始车流变济啊，花莲台东早起也出现真侪民众，警方也加派人员进行管制。透早的时阵，苏花界路南的路段开始出现车潮，车是一台接一台，警方加派警力来疏导，希望当维持行车顺利。苏花公路大概于今天凌晨4点30分才出现车潮，那目前排队的车流尾端大概在苏澳新站的位置大概排队的车流大概有3.5公里。那目前预估在下午16时以后车流才会舒缓。花莲的观光风景区早起就出现旅游的人潮，游客大部分都是拼卖车，避开车潮，警方同款嘛是加派警力来维持。那目前早上的车流怎么样？早上车流算多。还算顺畅吗？还算可以，还不错。我们车流量呢已经有到达每15分钟有200辆。那我目前有收到这个简讯，那目前我会调度我们行车分局的警力在台九线的义雍塞路段呢，我们加强疏导。台东嘛，同款出现人潮甲车阵，南回公路早起就出现车潮，尤其是上北要进入台东的车潮明显变多。南回公路顶管的多量火车头早起嘛已经出现人潮，警方已经加强附近的交通疏导。几点就出发了？4点。为什么那么早？因为怕塞车。怕塞车哦。如果民众不想要人挤人的话，建议可以提早，或者是到下午3、4点过后再来这边欣赏风景。乌花绿岛甲台东之间的客运嘛全面加开准帮，码头的人是坐甲考准准，预计数文5000的游客去绿岛旅游，不过因为真侪乘客塞车无法度赶到位，上尾一班去绿岛的船全因为安尼来取消，所以来2天的船帮嘛拢已经订满。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在今仔日国内增加一个带病入境个案，是一个40多岁台湾查甫人，伊本地拢住伫咧印尼，9月29回来到台湾，伫机场采检，在今仔日认定有感染，目前也当咧住院治疗。另外14位的接触者，目前体检全部拢是阴性的。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冠病毒肺炎，佮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地515例。他的父亲9月15号在当地确诊，他在搭机的过程当中
也出现这个喉咙痛跟轻微咳嗽的症状哦，所以在入境时有主动告知哦，那只有他一个人哦确诊。指挥中心公布第515例伫咧花莲机场的座位图挖通的位，已经接到班机接触者总共14个人，其中前后2排座位旅客甲共机会的人总共5个。防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机组员9个人，因为有适当的防护，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若是个案目前住院隔离当中，共机会的4个人嘛已经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另外接到中国官方通报，伫台湾入境厦门一个50多岁男性确诊新冠病毒肺炎。指挥中心公布这个个案入境厦门了，进行真济届 PCR 核酸检测，9月30日伫咧当地采检结果是阴性。若是伫咧台湾接触者总共33个人，其中唯一一个出现头痛症状的人，经过采检嘛是阴性。在台湾的接触者，因为有症状，所以去采检，那结果是阴性。他的太太也一直在他旁边，也一直验都是阴性。曾仁祥表示，厦门台上的个案会继续来调查，讲伊伫咧台湾的期间，敢是有其他的活动范围，列出可能的接触者，而且嘛呼吁国内虽然无本土病例，毋过中秋连假的期间，民众也是爱注意防疫新生活，注意社交距离，挂嘴炎，甲防护做好。记者综合报道。那准备去到中国进入新的规定咯。中国的民航总局发公文予华航以及着中英航空，对10月12开始，民众若要往回两岸，就要提出3天以内武汉肺炎的体检证明。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认为讲，这款的规定应该唔是针对台湾，也强调讲咱台湾72间的病院有在调应付民众的自费体检。全球的疫情也未变好，各国防疫犹原无法度放轻松。华航伫网站公告，依照中国民航总局的要求，为10月12日开始，坐两华航班往来的旅客要提供72点钟，也就是3天内底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比较目前，台湾的民众去中国是无需要附核酸检测报告，未来会搁加一道防疫关卡。是不是台湾的这个疫情？我认为也不是啊。中国大陆这边针对好像过去已经有155、60个国家都有要求验啊，所以我们好像是在最近才被加入要进去的，应该也不是针对我们吧。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目前到中国的民众有4个验出是阳性，但即马还未当证实是台湾过去的。另外，全台湾有72间病院接受民众自费检验，每一天上侪会当检验9000件。伊强调会当检验的量无问题，费用是5000到8000，但是这条钱对需要去中国的台商来讲，敢若是一种负担。台湾的费用好像是要7000元一次嘛，台币，他们感觉这是一个多出来的负担啊，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压力比较重一点，因为在大陆的核酸测试一般大约是200元人民币左右嘛。因为现在疫情有第2波嘛，欧美反面，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他要打压你，你没办法；他要你怎么做，你就要配合他，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过去。除了疫情，两岸即马当时敏感的时阵，任何的举动拢必须关注。但是还是要提醒有计划要去中国的民众，虽然提供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但是到中国了后的14天隔离规定犹原无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 Okinawa 的石垣市在今日完成行政程序，正式把钓鱼台历史的地址改做是石垣市丁野城占据。外交部也针对着日本的行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表达抗议。保护钓鱼台的民间团体也讲，会继续用民间的力量表达不满。日本 Okinawa 石垣市议会6月2日通过决议，修改钓鱼岛历史地址的名。石垣市公所10月7日完成行政程序，甲钓鱼岛历史的地址由石垣市丁野社改名做石垣市丁野社占据。外交部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表示遗憾甲抗议。我国政府概不承认任何企图影响我国对于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任何言行，并且要求日本政府以及地方的政府要避免任何伤害台湾人民情感以及台日友好关系的行为。外交部嘛，搁一届呼吁日本爱理性，唔通用高方面的举动干扰台湾对钓鱼岛历史的主权甲渔船作业。毋过日前才当发生所有只渔船伫咧钓鱼台海峡作业的时阵，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相同的代志，引起保钓团体不满。30原本计划要出海保钓，虽望无成功，毋过负责人讲会继续表达抗议。好，我们严正的抗议，我们也非常不满，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捍卫这个岛。对，那今天
宜兰县也搞成这样，我们民进党也搞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民间能做的就是呼吁，我们把我们力量拿出，我们把我们声音发出来。张茂雄嘛对中央政府甲宜兰县政府无作为的表现感觉真不满，后一届要出海保钓行动会阁秘密规划，国民党嘛发声明表达遗憾甲抗议，嘛批评蔡英文政府针对钓鱼台主权议题根本就无无他做，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才互台湾的主权甲渔权一直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工作小组公布反制中国威胁报告，其中有400多项的政策建议，内面也讲到台湾的部分，亲像是呼吁美国就爱甲台湾展开经贸谈判，也建议驻美国代表处改做是台湾代表处。伫中国10月7日国庆进前，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9月30公布经过数个月调查的报告，针对美国应行中国伫经济甲军事上的挑战，提出82项发现400多项政策建议，甲将近200项立法建议，其中2/3是两党的共识。To supporting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threatened countries like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报告当中，除了真侪项反制中国措施，亲像制裁牵涉经济或者是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国电信公司，也讲到台湾，其中呼吁美国甲台湾展开双边经贸谈判。迈克尔也表示，川普政府伫真大程度上已经将台美贸易协议谈判纳入考虑。另外，也建议互驻美代表处改用台湾代表处的名字。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台湾代表处确实比台北更较用真实反映现状。As Taiwan's first woman president, President Tsai Ing-wen knows this very well. Over the past years, she has made it a priority to tackle the issue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entering the workplace. 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了后，一个对外发声。9月30日，女性领导重新规划后疫情时代网络研讨会上，也甲美国全球妇女议题无人数大赛科里线上对话，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参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伫推特表达支持台湾，表示无台湾充分参加联合国是欺骗世界。克拉夫特相片当中的背景，佫出现台湾乌黑的红仔，也看出伊的卡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初通车的捷运环状线，目前是由台北捷运公司负责营运的。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仔强调讲，家己的捷运家己承担，希望甲经营权摕倒转来。那照合约书来看，台北捷运公司是负责营运到2023年。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话讲，爱交通部来做协调。今年1月底，为新店中和邦桥甲新增的捷运环状线通车，不过运量不如预期。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发挥，家己捷运家己承担，要向北捷摕回环状线经营权。我们自己的捷运自己承担，已经去函给台北捷运公司，希望能早一点来给新北市来负责营运。环状线由上北分期建设第一阶段伫新北完工了后，由北捷负责营运3年，伊契约到2023年1月才会重新协商是毋是移转。台北捷运公司的持股比例目前台北市政府占73.75%，交通部占17%，新北市政府只占8%。目前想要用5亿向交通部争取认购股权。新北市交通局秘书时表示，9月已经正式函请台北捷运局，希望能提前摕回合约。交通部的股权的部分我们要认回来，交通部现在的态度有去协调过吗？我们新北市的态度已经正式行文给交通部，但是交通部到目前没有没有最后的一个答复。这个需要交通部出来协调的，应该整合这个北基桃的这个每个县市政府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如果双北对这个问题，如果觉得他需要交通部协助，他可以正式的提案。两位市长都有在讲但是没有正式的提案。关题按交通部介入协调，交通部处长王国才表示，已经成立800支轨道政策沟通平台。10月13第一摆开会，由林佳龙部长甲3位市长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中和平的山区有一位农民伫镜头早发现一只台湾乌熊，这只乌熊的倒手去撞到掠山底的歪亚索，也随进行通报。当时林管处表示，这是一只对2018年开始检测乌熊，目前会先解医治，看复原状况，再来做拍算。体型臃肿的大王乌熊趴伫山坎边，看起来真气壮，嘴角也老花，原来是中农民的陷阱，无法度脱困。小心哦嘿，来慢慢的看怎么调。当时林管处人员甲兽医将这只乌熊先麻醉初步检查，伊健康真好，是属于成年的乌熊。为外观检判，倒前脚正起来，嘴的伤势也是伫挣脱时阵造成的。套索套住之后。那熊的本性或是动物的本性都一样，它都会想要逃离那个地方，想尽办法去咬，想把那个套的地方绳索咬断。在早起8点，伫东猫山附近的果园有一只乌熊中俗称山猪条的套索陷阱。当时林管处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确认是一只乌熊。是2018年大雪山乌熊族群检测时，捌抓到黑红的成年的乌熊，编号711，直直进前把护庇也把夹伤记录。主要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大哈，那包括到了东卯山、乌我尾、白冷山这一带，就是它的主要的活动范围。农民表示，因为果园常常被山猪草大，农损严重，才用套索防治。长期关注台湾乌熊的学者黄美秀表示，除了显示乌被用野外的情形严重，关山过度开发对乌熊也是威胁。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说熊去造成农损，然后导致的结果，这里本来就是它的活动空间了，是我们高山果园开到那里去。学者认为应该有效立管甲限制野外使用，才袂互更较侪保育类动物受到伤害。这个案件农民主动通报未受罚。这只乌熊在救治了后，但情形稳定，个评估原地野化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有民众检举，伫新北市土城出现臭味，环保局人员查到到地，发现讲是一间公寮，偷偷伫咧烧电线。环保局表示讲，烧电线可能会产生戴奥辛，若准犯法上重，可能要关5年，而且要罚1500万。不过业者说驳回讲，电线是无细力去烧掉的。警察人员到公寮翕到在咧烧的物件，火已经拍花，暗过油源不出纯纯的白烟。这是新北土城高中附近的一个公寮。29暗时有家长发现空气当中有臭味，通报环保局。警察人员扩大巡查，才抓到人。一上门就发现业者好亲像咧烧废弃的电线。因为无清除处理废弃物的许可，业者恐惊就爱受到重罚。焚烧废电染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会产生戴奥辛，这也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的科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的罚金。现场明显人看到烧过了的分者，大做伙朋友指出，因是来自花莲的太鲁阁族原住民，来北部讨生活。被以上法办的姓陈查甫人表示，进前因为烧废弃物被重罚几啊万，了后就唔敢搁黑白烧，前前只是烧柴烤取暖，想不到无细致烧到边的电线，听到爱重罚，于是一直发冤枉。有人大白天会在自己的家里面烧那些废弃物嘛？我一个原住民，我去哪里生1500万给国家？我做一辈子我都赚不到100万了，何况1500万？陈先生朋友强调，资源回收物拢是因去工地做事扣回来，分类了后搁摕去卖，只是为补贴收入。毋过清除废弃物爱护许可，伫外口烧物件也制造空气污染，是毋是真是要重罚10万？专案已经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香港的情形。10月7日是中国国庆，原地香港民众要发起大游行，要求北京政府就要把日前抓起来12位香港人放出来。不过，说互香港的警方加以拒绝。香港民众说是主动去到场地集合，香港警方也派出武装打扮的警察严守戒备，甚至举起香港国安法专用的指示机啊，甲民众警告。
香港防暴警察专副部长伫铜锣湾街路界边布置检查民众，求防搜索赶人，也几啊摆野起拿旗要求民众唔通聚集，甚至提出港办馆发专用的救火射机啊警告。10月7日中国国庆，香港民阵这团体原本发起11大游行，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伫深圳被掠12名香港人被拒绝。不过香港人议员自发集会上街路喊口号，互气氛真紧张。港警部署差不多6000名警力伫全港各区高度警戒。香港泛民派人士也发起活动。香港支联会也无人权有国庆的布条啊，到中联办外口示威。港警以违反限聚令开出罚单。支联会主席伊道人当场领罚单抗议。為咗自由民主抗爭，但係佢哋而家就喺呢個監牢裏邊受苦，包括我哋香港嘅12個港人。香港社民連是一早到國慶升旗典禮地點，金紫荊廣場就會遊行高點會燒青元批，馬上被港警拍花。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嘅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嘅機關作出多少無理嘅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嘅特區官員粗暴咁實施進一步嘅所謂制裁，我同埋相關嘅同事會繼續無畏無懼。特首林鄭月娥是伫國慶酒會，佢學到港辦國安法，也表示只要香港人擁護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對人建設更較好。香港理工大學也伫校園舉辦國慶升旗典禮，引起學生不滿，號召穿烏衫到場抗議。理大又禁止記者進入採訪，連校內媒體也無法度入去。理大學生會批評這是一場政治秀。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中國要迫害宗教手段是無分任何宗教的，不過教廷說準備要甲中國針對着主教任命達成新的協議，可能會害更較濟地下教會受到迫害。另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拍算要會見教宗方濟各，說去互拒絕。教廷的理由是美國特別大選啊，袂當互教會干涉着政治。中國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天主教徒分組聽共產黨的愛國教會，甲遵照傳統聽梵蒂岡教廷的地下教會。地下教會不時受到警方的騷擾，甚至人員無代無志去用按一個罪名，全去用掠去關。習近平掌權了後，中國政府煞愈來愈壓迫，真濟地下教會教堂去用拆掉，就算無拆掉的，壁頂的耶穌聖像嘛去用換作中國的五彩紅旗，甚至是習近平的像。Now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under assault more than it is inside of China today. That's because, as with all communist reg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ems itself the ultimate moral authority. An increasingly repressive CCP, frightened by its own lack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works day and night to snuff out the lamp of freedom, especially religious freedom, on a horrifying scale. 蓬佩奧最近小連續批評教廷甲中國交流的政策，針對這點，真濟年來一直用心計較要甲中國建交，甲台灣斷交的教廷外交官員，認為蓬佩奧佇要去人訪問進前，安尼批評教廷有失外交禮儀，也若教宗方濟各嘛拒絕甲蓬佩奧會面。事實上，去互教宗拒絕的毋但是蓬佩奧，也閣有向中北退休的香港前任書記主教陳日君。陳日君頂禮拜親身走一逝梵蒂岡，針對教廷甲中國特別完成的有關主教任命等等的新協定，呼籲教廷會當任命真正對香港教會有幫助的主教人選。不過，針對香港小連續逼出反送中甲反對香港版國安法的抗爭以來，方濟各對香港人權的問題就一直閃甲離離。陳日君去到梵蒂岡，教宗嘛拒絕甲因見面。路透社的報道指出，當咧競選連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甲保守派基督教會甲天主教會關係是袂歹。這教會正在批評教宗方濟各甲共產國家友好的政策，這個蓬佩奧去互拒絕，嘛象徵美國甲教廷的關係達到新的高點。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總統大選頭一場辯論 ，Trump 甲拜登這兩個人是互水相噴。這場辯論也互叫做有史以來上界歹的辯論，為咗避免第二場辯論繼續回高高，也增加防範機制。美國總統川普30日頭一場的電視辯論會結束了後，第三屆去明尼蘇達州造勢。針對政治案辯論會頂懸亂吵吵的局面，川普認為講，伊使用策劃的戰術，讓拜登的弱點攏走出來，因為伊對拜登還有主持人是攏真了解。Really enjoyed last night's debate with Sleepy Joe, and I've got news for Joe. If you ever became president, you have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 toug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Chris Wallace is very, very easy by comparison, I will tell you. I know them all. I know them all. 遐那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30日登去到宾州，回呛川普伫咧辩论会顶悬离谱的表现。He thinks that if he just yells louder and louder, throws out lie after lie after lie, he'll get his way. He thinks we'll forget. Well, he picked the wrong guy. 针对头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会规个如苍苍的局面，主持人华勒斯表示，伊先都想袂到场面会规个灰高高。几个评论员拢认为讲，这场历史上上届歹看的总统大选辩论会，美国选民是思想忝的。也若伫辩论会当中，川普拒绝谴责伫全国制造暴力，也若响应川普法律甲特殊，皆右派新法西斯男性沙文主义的团体骄傲查甫囡仔，川普干那爱因暂时退下台面，也若这嘛引起各界的批评。川普30的时阵是着急要分割双方的关系，不过专家认为讲，川普迄句退下台面，等于是公开替这个团体背书，互因找到新的动力。They turned it into a meme that's been going around on their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ey've put stand by on T-shirts that they're already selling, and they're using it to promote themselves and their brand and to recruit new members. 共和党甲民主党国会的议员，拢对川普无法度公开批评认为白人地位上悬的团体表示失望。另外，为了防止10月15伫迈阿密第2场的辩论，佫出现黑白插话的局面，主办单位已经声明会增加一次辩论会特殊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设市100周年活动，市政府邀请每一任市长登来参加，由现任的市长郭文迪亲身接接。也因为做台北市长的人拢真有政治分量，在今仔日马英九甲郭文迪拢针对两岸局势发表因的看法。台北市设100年活动，市长郭文迪穿西装甲皮的，以现任大家长的身份欢迎每一任台北市长，包括前总统陈水扁，还有前总统马英九，郭文迪拢亲身迎接。只是对马英九首战就买战的言论，唔拿外界关注。郭文迪认为，爱无避战嘛唔免惊。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个台海真的一打起来不得了，这个，所以应该要非常慎重嘛。那我们不避战不畏战嘛但是也不是太轻率。像你怎么看国台办说没有海峡中线？这个就是这样的哦。要是我了，我看完那一句话，马上回去赶快看什么军备要准备的，再准备多一点了。两岸局势情况，攻击一直西台湾，佮超过海峡中线。中国国台办认为海峡中线已经无存在，马英九是激动回应。两岸相互尊重就会存在。比较马英九真侪届拢对两岸议题发表看法，业界啊出席的陈水扁面对媒体提问无加做回应，颠倒是利用地事的时阵呼吁爱合作。为什么朝野没办法坐下来，两岸更没办法坐下来？我们认为能够齐聚一堂，大家坐下来就是好事。每一年市长，阁有柯水池、吴碧雄、黄大洲、甲郝龙斌，阁有议长拢来。做阵翕相，柯水池甲吴碧雄坐中央，但最近甲马英九的座位卡名红摆开，郭文迪坐伫上正边，管理台北市政，因一个接一个，阁有人后一步过是做总统，咁嘛是郭文迪的后一步。很多事情就这样，近期在我嘛我们人可以努力就努力，剩下给天气决定就好了。记者郭灿台北报道。讲到中国对台湾的扰乱是愈来愈强，也引起国内讨论做兵的问题。有人认为讲现此时做兵干那做4个月，无多真做后备战力。不过国防部也强调讲，到109年底，国军的兵力编制会当达到90%的目标。但是国民党也认为讲征兵制该讨论。国防部长颜德发30视察空军联队，坦白讲，面对中共军机扰乱台湾，空军比过年同期增加20%的飞行架次甲时速，显示台海空防的压力是逐工拢伫增加。解放军最近加强对台恐吓，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嘛，因为国军目前采用征兵甲步兵做伙做，征兵制军事训练役，干那需要做4个月兵，战略是去互质疑。国民党提出恢复征兵制，嘛引起国内兵役制度改革讨论的声音。你要募兵制，但是募不到足够的这个兵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只好说用后备军人的训练嘛。到底是要用恢复部分征兵，还是加强教招的训练？这个都是
方案。推动募兵制以来，无论在训练的成果、训练的成本，以及纪律素质以及人力的运用等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精兵政策的一个优势。国防部强调，讲推动步兵制发挥精兵政策的优势。若是当年有8万外越南接受军事训练，超过当年上加6万5千人的后备人力需求真济。109年底，国军兵力变现会当达到90%的目标。针对恢复征兵制甲女性征兵服役，需要谨慎评估。民进党认为讲，短期以来先提升军事训练的品质，甲4个月役期成果上大化。针对干是要全面恢复征兵制，态度是真美手，无愿意加讲啥，所以引起前立营立委的不满，批评讲合作独派的立营立委是假台独。募兵制的3位总统应当出来向这个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你这么勇到跟这些一般小国地缘战略很敏感地方的国家都不一样。若是后备军人高调常常去风险，国民党表示需要好好改革。国军建议后备改革方案，反主讲会对原本2年1份5天至7天，改做1年1份，调份2礼拜，强化后备能量。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也搁伫咧讨论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3年前，有一名警员号做吕进全，甲嫌犯伫咧交锋对垒的时阵，刷去互歹徒开车弄着伤，搁再向伊的头壳开枪。经过抢救，落尾是救回来，却变做是植物人。倒伫病床顶头23年的吕进全，伫9月10日过身啊。行政署长陈家钦在今仔日也亲身参加伊的告别式。陈家钦也强调讲，政府已经有偏4亿预算，被改善装备用来保护环境安全。站起！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温基发带队甲警旗砍伫灌木顶悬，要送警察李进全最后一程。李进全伫23年前去互歹人开车弄着，为头壳甲开枪，经过几啊届的手术，也是变做植物人。顶个月18，因为器官衰竭来过身，食到48岁。告别式即天，包括警政署长陈家钦、家己县长洪忠良、家己市长黄敏惠拢有出席，场面是真悲伤。总统蔡英文马上惋连致意。我们曾经很不甘心，因为他很多梦想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让他当警察。因为警察是神圣的职业。后生因公殉职，李进全的爸母心内是真悲痛。不过规家伙仔并无后悔，也是支持李进全做警察。因嘛呼吁政府爱保护基层的警察。行政署长陈家钦表示，行政院已经编列4亿的预算，要加强警察的装备。眼泪都掉下来，已经拨了4亿多，今年会把相关训练还有网络安全的装备都会采购下来。警察权益关怀协会指出，目前教官制度的问题，体制教官大部分是属科的专业，又搁爱兼教学科、教法律的知识，也搁有案例的分析，烦恼加减会影响到警察面对常常发生的状况，无法度正确判断用枪的时机。因为你要叫他们研究法律，然后把它变成实务化，同仁可以运用的，这更太难了。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列出可比讲家己落去升级，甲较旧的画图的工具换新，也搁有头顶等等个人的装备爱赶紧改善。这几年嘛发生几啊件警察要掠嫌犯，煞无细致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警权会嘛呼吁，甲预算投入基层警察安全驾驶的训练，希望会当减少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伫高雄就业者推出免费予民众坐飞机赏过活动，咱也做伙来看卖。有的日本真有名网架的彩绘飞行机，豆豆降落伫咧跑道顶悬。航空业者在后疫情时代为出国风潮，打造中秋赏月的专机，准备伫咧初一暗免费载全国40个名号做商务的民众，做伙伫咧2万英尺悬看天星赏月娘。这嘛是国内头一届为高雄出发为出国的行程。阿叔呢，我小时候问我说：“阿嬷，你什么时候要去月亮啊？”我说：“有一天阿嬷住在地球累的时候，我就回我的月亮了。6点的时候呢，刚好就开始可以赏月了。好，那预计的时间呢，大概是3个多小时。好，那会回到高雄。唔但名号做商务的旅客，其他的民众买当坐飞行机，体验无同款的方式来过中秋。虽然最近国民旅游真盛，不过也是有业者感觉真无乐观，认为贵出国是真扼挽救国内航空业的生理。根据民航局的统计，今年国内6大航空业者顶半年亏损的金额是达到新台币54亿。
总体来讲，可能还是不太能变成主流。但是那个业者利用它多余的运能、服务能量来推出一些比较新的这些体验机，还是值得鼓励啊。只是说要怎样去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全球航空的运客量要到2024年才会当恢复到疫情之前的需求量。航空业者表示，虽然未出国，实际上的营收有限，不过嘛发展出新的创意的服务，未来会看市场反应的情形来推出新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政府风声讲4000级的酒店韩舍爱丽要转做防疫旅馆。韩舍爱丽也对外表示讲，目前也已经甲申请送到市政府，等候市政府的审查。年假的头一天，4000级的韩舍爱丽酒店无偌济旅客出入，看起来冷冷清清。工作人员帮体温了后，带旅客上楼。甲官方网站拍开，订房的时间煞干那到10月17。了后日子全部互拍车啊，连跨年的档期嘛拢无开放。若是韩舍爱丽传出讲，上紧10月中转做防疫旅馆，10月18了后无搁接人客。台湾现在防疫做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不用担心。可能国外的旅客真的减少太多了，经营的方向改了吧？这一边大家人来人往的，如果你变成是防疫酒店、防疫饭店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感染上的一些疑虑啊？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韩舍爱丽9月份的大爆率休困2月8成，偏向日是大概2成。韩舍集团发出声明证实，韩舍爱丽未来转做防疫旅馆，已经送出申请许可认证给北市府。韩舍爱丽现在已经申请书面地界，在书面文件审查之后，会由我们观光传播局、卫生局、建管处、消防局以及我们的医护辅导团到现场去会勘，会勘通过以后才能成为防疫旅馆。你不做防疫旅馆，根本没有客人啊，量一直不够啊。不够变成有的客人去住到什么无照的旅馆去啦，或者住到日租套房里面去啦。那有的大饭店也偷偷的接啊，但他现在把它规范起来。目前台北市有70间防疫旅馆，客房的总数超过4000间。青级旅馆转型防疫旅馆，佮包括天阁酒店、中山义霞酒店、金华酒店等等。若是即马韩舍爱丽嘛要加入防疫旅馆，毋过酒店内底餐厅、宴会厅等等也是会正常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发现超过8成食头路人薪水根本就无够开，有4成的人薪水拢开了了。人力银行认为讲民众无爱开钱，也无法度刺激消费，到尾啊影响到企业调薪水的意愿，规个台湾经济成长也变甲真歹。最大就是房贷嘛，对啊，然后就是家用生活费、小孩子学费之类的。现在我压力比较大的是房贷支出。对，还有养小孩的支出，其实没办法存到钱，在疫情前一直都有这个现象啊。那讲到生活的所费，上班族真侪手头拢真红，尤其是伫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根据人力银行公布一份上新的调查，有甲8成的上班族薪水拢无够用，因若4成外的大个月薪水是拢开甲打，而且若以972万红请的员工来算，大个月薪水拢开了的人可能超过371万人。过度省钱的结果，只储蓄不消费，对台湾的内需经济也绝非好事。恶性循环下，就是消费不振，连带使这个厂商业绩也不振，那影响到了企业的这个调薪意愿。学者认为讲，受到疫情的冲击，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有个人的收入拢受到影响。政府在疫情控制稳定了后，应该拍拼刺激经济。大家荷包都会担心，说是政府当然要积极气嘛，然后。产业嘛，有一些产业可能要共体时间啦。我觉得有一些产业，如果他在这时候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话，他应该尽量让原来员工能够维本的生计。另外，调查嘛显示，钱无够的情形之下，有6成的上班族下班了后想要减工课，4成以上的有经营副业的计划。伫咧万项的物件拢起价，敢若薪水无起的情形之下，上班族敢若会当家己找资源来维持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铁路电气化，最后一段南回铁路也已经完成全线的电力设备，车一也进行测试。若准顺利，伫年底就会当使用正电的电车。若准通车了后，有一寡车站民众会挑工去遐看风景，也着爱特别注意。南回铁路98.2公里电气化的工程，规条铁路的电力设施甲电线，顶个月全部拢修好，电力分支所嘛小连续完工。沿线车头的月台已经全部改造，会当互电气化列车来停票。10月7日半暝顺利完成送电的测试。
铁道局表示，南回铁路电气化按算今年底完工通车的目标，如果向前行一大步。那后续如果单机测试 OK 的话，那后续我们会再做一个稳定式测试。台东、花东的那县民更容易返程回到家这样。南回铁路沿路有真侪美丽的风景，亲像是多良车头，还有太麻里边高道。10月初一连续假期的头一天，不少民众拢去铁骑路边翕相，尤其是太麻里边高道，是搁较挖近电气化的设备。保全人员一直甲民众劝导，爱离25000节高压电的铁骑路较远咧。铁路电气化刚通电而已哈，怕说会有触电的情况哈。南回铁路电气化的工程7年前开始动工，按算年底会通车，完成全岛铁路电气化上尾一段。以后台东的民众若是要去南部，就毋免阁忍受坐柴油味的车。毋过公布单嘛提醒沿线的居民，为即马开始，伫咧铁骑路附近的活动，至少要保持1公尺半的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的水里溪是一个真好的体育运动场所，溪流是会当做什么款运动的场所呢？就是轻艇这项运动，伫遮也捌举办过全国的比赛。溪水真蔡流，轻艇选手尽力个顺比赛漂杆指示，连面滑头转弯，连面大力高向前。这是南投水里溪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的选择者举办，就是因为台湾各队选手、奥运的国手，拢感觉这正适合训练。我从国一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场地非常棒。其实很积极，因为这个场地其实说实在说，不管是水质啊，或是水量都其实可以控制得非常好。南投水里溪溪水深，水高大，港蔡流，真适合轻艇选手训练。今年世界各国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取消侪运动比赛。轻艇协会特别举办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让选手自我挑战，也会当定心找到比赛的感觉。像我们目前有奥运的4位的培训选手，也今天有下去比赛。那还有台中部分也有台中的一些教育大学，国立台湾体育大学顶尖的高手大概有40个来挑战，也要考验一下这半年来教练跟选手一个目标一个测试，然后提升整个训练计划。水里溪天然的环境，佮大电配合下水，增加难度，让水里溪成做轻艇训练甲比赛上赞的地点。各训中心也有意向伫遮设备训中心，甲水里打造做轻艇运动以及水上救难训练的国家机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土库的南边社区，当地出产番薯，社区也发起培训计划，希望透过在地番薯的加工，变作是在地特色，也希望少年家啊，回来到故乡为故乡打拼。产能的番薯是云林土库南边社区的农特产，现学的番薯正港上青的食材，随送去社区的灶骹。灶骹内底人炒，大家拢咧无闲做月饼。这是云林土库南边社区发起的培训计划，利用在地生产的番薯，伫中秋进前就乡亲做过来做番薯月饼，大家拢感觉学到真侪物件。足好的啊，因为我会当增加尝试，跟增加知识。要学会一个技能。今年用了3种地瓜在里面，3种品种：紫地瓜、芋头地瓜、黄色地瓜，本土的啦，所以通通加进去了。用在地的食材，亲手做的月饼唔那好食，阿爸包装嘛真讲究，还有在地的少年人回来故乡，贡献家己的力量。我想要回乡来帮助这个社区发展在地的一个特色，他们的在地农产品的特色就是地瓜。我这个年轻人已经回来服务这个社区，希望也可以带动这个社区更多的年轻人回游来帮忙这个社区发展。要推广南边的农特产番薯，需要更较侪少年人回来故乡甲社区斗相共，嘛希望未来会当结合观光，带动社区产业甲工作机会，来互南边的番薯更较有名，互更较侪人熟悉南边社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社会，劳动力发展署特别委托台湾这场机能协进会，伫南投的草屯举办培训班，是要针对老大人设计专门的菜单，咱也做伙来去品尝一下。用心料理美味阁下老大人胃口的菜色就完成了。
切菜啊，切菜方面就是要切的比较细碎这样子，对。然后煮的烹调方面就是煮的比较柔软这样。这边参与课程的学员本身爱有中餐基础或者是相关工作经验，在参与课程的时，就会当较紧进入学习状况，用早投入当教服务。不管是咀嚼啊，以及它的那个质地的细碎的程度，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的时候都没有学到的。那其实也借由这次的这个协会的这个经验，那有宝贵的经验，让我可以运用在未来的工作上面。随着国内人口快速高龄化，今年85岁以上的老大人人口已经占10.3%。为了应应相关产业人才的需求，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台湾这场机灵协进会开设这项课程，将近有80%都会到我们相关产业去就业哦。那在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我们在今年已经拿到了2门课程的认证以外，那我们现场的学员也是即将送审再有2门的一个认证，所以他们即将可能会拥有4张证书的部分。台湾这场机灵协进会表示，今年是第3年开办培训课程，来自各地从事主职学员，甚至有参应科的学生，拢把握这边难得的机会参与课程，希望摕到真正增加竞争力的同时，买当提升对老大人的服务照顾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在地剧团三麦堂，在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对外演出的机会也减少真多。因也甲布袋戏拍做电影，也甲在地风景翕入去，唔有特色，要在地经典。布袋戏翁仔出场气势十足，刷来精彩的武功对决，互现场欣赏影片的民众，大家是看到目睭金金。三麦堂创意翁仔剧团，甲因一出布袋戏音乐剧拍做电影。电影内底出现的背景，都是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景。阮这出电影总共拍3个月时间，然后这届咱文化局迄个补助阮的经费是9万块，啊，实际上若是安尼一出电影40分钟，啊，甲这个特效佮后置，直接60万以上。我对家人来暖暖嘿。看这边看了以后感受。感觉足感动的，我的副军真做引导的。因为预算有限，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拢无提薪水，再加上这翁仔具体是用来点蜡，比一般演出用的翁仔更较重，师傅特别辛苦。一定是8点钟以上啊！啊，上恐怖的是，你伫迄明明迄冷气吹足强的，嘛是规身躯流到安尼拢是汗，因为翁仔重以外伊衫足厚的，所以足热的。剧团为了欠用经费，利用实景来拍片。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认为，这唔但展现创意，嘛，互人实际看到嘉义县会当运用的资源。在面堂用布电影电影方式来呈现哦，这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方式啦哦，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名人带入啦。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三麦堂厝外表演展览的机会拢受到影响，甚至为着要等艺文补助的钱，口罩敢若只剩400多块。不过因犹原是继续实验新的创作，希望会因为布袋戏这个传统艺术带来无同款的风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广告是要安怎互听的人听较新鲜呢？桃园市立图书馆特别安排台语故事志工的培训计划，邀请经验的丰富老师来教民众安怎用台语讲故事，互台语真真正正加入去咱的生活当中。啊，三碗公牙手来。哦，你是食三碗公的，啊，阮三碗公外牙手，你食较济。桃园市立图书馆每一年拢会办本土语言的相关课程，今年是头一摆用台语来教民众要安怎讲囡仔册，开放报名，人数一时啊就满了。这个课程加热烈啦，那我们上网报名，一礼拜就拢满。若要互民众有兴趣听故事，一定爱讲了精彩佮趣味，所以老师嘛特别设计课程，互故事会当活泼生动。即届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培训要去讲故事的志工，啊，要用咱的母语来讲故事。所以咱伫个内底，因为你也敢若教因讲安怎写母语啦，啊是安怎翻译吼，大家感觉讲无趣味，所以咱就甲故事啊，甲什物热铁仔话啦，啊是讲要安怎做四句联啊，啊是咱一寡较传统的迄个戏曲，拢甲放在内底。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华语的故事册，除了教民众要安怎甲华语故事换做台语来讲，声音的变化伫讲故事中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撇步。就教阮讲要用喙形，比如讲安尼就是一只鸭，哦，安尼就是一只熊，啊，就是用喙形 O 的甲 E 的安尼来。咱家己嘛较好记，啊，嘛会使对囡仔就讲哦，就趣味的。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希望互囡仔伫轻松自在的环境学习本土语言，同时嘛会当增加亲子共学的机会，互台语自然出现伫生活中。记者杨淑晴、张玉水、桃园报道。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报告表示，全世界为着要挽回强要断种的物种甲生态，不过所做的效果却是有限。20当前画出来的20项目标，只有6项有做甲到。另外，英国红色的皇家食物园也报告讲，全世界有要到4成食物可能强要断种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高峰会9月30日伫纽约的线顶举办。根据最近出版的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报告，全世界为着要救地球顶悬消失的物种，还有生态系统所做的各种拍拼，成果并无好。报告指出，生活伫咧热带雨林，还有酸乌达栖息地顶悬的物种，生存真困难。I think some of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s for me are, for example, deforestation, especiall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In 2010, I think we set reasonable goals that we could have met if we had made the effort, and we haven't, especially for tropical forests. 2019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伫咧日本名古屋召开缔约国大会，而且拟定10年的战略计划，甲20项爱知目标。今年成果总检验，绝无一项目标有充分落实。敢若伫咧防止外来种入侵、建立物种保护区等等的目标部分落实。不过联合国的报告强调讲，研究毋是要引起绝望的感觉，是要叫醒各国政府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而且若是10年前无设目标，鸟类甲食人类灭绝的物种数量，预计比即马悬2倍至4倍。Where you're losing those habitats, you are likely to lose those species, and that may not happen immediately. Often, what you're doing essentially is creating what's called an extinction debt. So if you degrade an ecosystem or you reduce it in size, it means that the populations of those species are going to decline, and you're risking extinction. 另外一方面，红河最区园的英国皇家食物园9月30发表2020年世界食物甲真菌的状况。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全球40%种类的食物面对强要绝种的威胁。研究人员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单，评估绝种物种的比例。Extinction is a natural process, but studies show that the rate at which plants are becoming extinct now is much faster than what we call the natural background rate of extinction. So it's the effects of humans that we're concerned about. If the humans weren't on the planet, the extinction risk wouldn't be anything like as high as it is. 报告指出，全球强要绝种的食物当中，有723种是有用的食物，而且有更较侪物种可能有医疗功效，但是人类还未发现。食物甲真菌有解决疾病流失等等问题的功能，不过人类却当地失去解决这寡问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连假要四假期，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注意。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0度。新闻的最后，也祝福咱观众朋友中秋快乐，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